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能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无论这一周我们经历了什么，此刻让我们将心能够安静下来，专注的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开启你的心，开启你的耳，让我们此时此刻安静心，让我们来跟上帝祷告，跟上帝来连接，与他亲近，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此刻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与你紧密的连接，除去一切的忧虑、重担和拦阻，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你，单单的注视你。主啊，愿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以信心来依靠你，以顺服来跟从你。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哈利路亚。主，你是信靠的主，就让我们跟随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荣耀指引。
荒野和空荡，树枝论断了自律，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如光明，看旧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看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是创造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写下世界的罪，成为世上救赎。创造了我的生命，为我重罪定十架，你的牺牲完全救赎我，使我生命美丽。听见你鼓掌的声音，愿成为你的器皿，我愿降服，用我全人全心裁决我在这里，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为你荣耀呼召，直到那日
告，让我们一起为了我心所需要的人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恳求你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为了我们心里所挂念的人，我们一起向主祷告。不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主啊，就恳求你，恳求你，恳求你的带领，恳求你的帮助。主啊，身体有病痛的，就求你来医治他，求你来看顾他。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他们有软弱的灵后的民，主啊，让他们心中的恐惧、软弱、怀疑都来离开他们，让他们单单的仰望你，主啊，让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单单的来仰望你。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我的生命，呼吸将要
亚，感恩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的圣殿充满了荣耀，不是因为建筑物，不是因为在哪个地方，而是当你临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殿，那个地方是荣耀的圣殿。这圣殿还包括了有一群热情、虔诚、敬拜、朝见主的人。主啊，愿富强教会就是你荣耀的圣殿。愿富强教会有一群热情敬拜、全心归向主我们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的荣耀在这里展现，让我们的敬拜能够到达天上上帝的耳朵，在上帝的宝座前来侍奉你，来荣耀你，来敬拜你。愿神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求主感动每一位属灵的儿女，让我们知道眼前的跟上帝所赏赐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所赐的是永恒的，神所带来的恩典是持久的。愿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愿我们的敬拜蒙神的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站着哈，我们一起要来祈念尼西亚信经，一页一页，我们专心来读，来明白这个信经我们的信仰。来，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拉比拉多任内为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3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还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17到3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争议。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天地存在，法律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直到万事的终结。所以那违反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并且教别人也这样做的，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微小的。相反的，那遵守法律并且教别人也同样遵守的，在天国里要成为最伟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
因此，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和解，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假如有人要控告你，把你拉上法庭，你就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不然等到了进法庭，他就把你交给法官，法官把你交给法警，关进监狱。我告诉你，你得坐牢，等到你缴清罚款的最后一文钱。你们听过古时候有这样的教训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而生邪念的，已在心里。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把它挖出来扔掉，损失身体的一部分，比整个身体陷入地狱要好得多。假如你的右手使你犯罪，把它砍下来扔掉，损失肢体之一，比整个身体下地狱要好得多。愿上帝赐福他领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音展小组，献诗的我唯一渴望。献诗完，请本堂牧师夏牧师讲道。他今天所讲到的信息是成全实现律法的主。亮我心念的黑暗光景。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我们的英仔小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愿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个礼拜是端午节的连假哈。那其实从华人的民俗哈，这个端午节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了哈。特别有人说端午节好像这个是刚好是暑期最热的时候开始了，所以有人台语的一句话他说：“无食5月这长，破油唔甘放。”意思是说，在过端午节前哦，可能还会冷起来哦，会凉起来，所以那些厚衣服不能放着啊。5月以后大概就是5月节以后就是，夏季都完全的临到。其实今天也是夏至哈，就是我们在北半球呢，这个太阳日照最久的一天。明天开始呢，就慢慢缩短，一直到冬至到冬至。所以呢，传统的华人他们在过端午节，他们不会讲端午节快乐，因为端午节好像就是有很多夏天的威胁到所以他会讲说端午节平安那样，就是身体平安心灵平安就热气来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很舒服所以我们给隔壁祝一下说，祝你端午节平安喜乐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有些从外地来的啦外地回来的弟兄姐妹，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出入都平安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分享神的话语。现在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从你的话语得着属灵的一个启示以及造就、栽培、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让我们有美好的属灵的领受，让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在生活中实现出来。我们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有关我们的这个登山宝训，耶稣的登山宝训的一个系列那我们之前好几个礼拜一起分享了天国8福。那8福呢，等于是耶稣在这个天国宝训当中前面一个整体性的宣告8个福气之后呢，他在开始分段在解说我们这生活的一些教导的时候，先提到说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世光地盐，世上的光，地上的盐，从这个开始成为一个基础的态度一个态度。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分享到主耶稣他对律法，在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律法所提出的一些他的看法。从我们一般的观念上因为耶稣在开始传福音之后呢，常常在责备谁责备法利赛人，责备圣殿那些工作人员，责备那些文士，那些圣经老师。那看来好像说他们所教导的，耶稣觉得不以为然。那到底是冲撞权威呢，还是一个故意要跟当时的那个领导阶层唱反调，就产生不同的这个印象出来。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后来会被统治阶层，被那些圣殿人员，会那些文士，还有我们的这些圣经教师，还包括那一些法利赛人所排斥，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问题是，耶稣跟这一群人，他们同样在讲律法，只是耶稣他强调了这些律法当中你们这一群领导者，你们宗教领袖给人家带错了，教错了，那不得了。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学校很多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教的不大对有人会抗议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教这么教呢教歹囡仔大细，那糟糕了。那这种紧张，从这个时候耶稣开始讲，慢慢一直延伸到耶稣
被抓、被钉十字架。不过我们倒了解说，到底他们在这个等于一种对耶稣的一个教导，他们觉得无法接受，到底从哪里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有13节但其实简单来说，应该是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耶稣说：“你们说律法是什么？我说是什么？”那就是一种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呢，其实就产生一种对立了，因为法利赛人所讲的跟耶稣所要讲的是有极大的差别。第二个部分是耶稣他实际用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上帝的诫命去解说他的看法，其中包括了第6诫不可杀人，还有包括上帝10条诫的第7诫不可奸淫。那这些对犹太人讲是熟到不能再熟的，而且天天被提醒的。那耶稣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些呢？耶稣是要从他们的心灵当中，从律法的捆绑当中来释放出来。那我们经文等一下会做一点每一段经文来做复习主耶稣是一个成全跟实现律法的主，不是我们印象中他专门跟传统对抗、唱反调想要推翻。那从哪里看见呢？第一个我们之前呢有一个这个8幅的粽子，刚好是里面8个馅料，刚好是我们8幅有人用这样图卡来祝福大家这是我们抄的天国8幅那主耶稣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到底是从哪里看见呢？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律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真义。”这段话成为耶稣在后续的教导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宣告。换句话说，您不要诬赖我说我是来废弃律法的，我要把前面的东西推翻掉，我的才是真的。他说我是要来成全的，我是要来实现的。那这些话当然就是对那一些不怀好意的当时的宗教领袖说的。不过后来还是免不了，因为冲撞太多了，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还是对耶稣产生了一种完全的一个无法信任，就耶稣最后被抓。但是这段话可以见证说，耶稣为什么是要来成全律法？因为耶稣后来的话语来做见证这件事情。主耶稣他来宣告什么呢？他并没有要毁掉律法，而且他是要借由自己的教导，他要把它归正把它回到上帝设立这个律法的原位，而不是按照人的一般的解说，越讲越偏，越讲越那个，好像一个桎梏一样，就是一个牢笼一样被绑住了所以他将一切律法义带到完全，是实现所有的教义。换句话说，耶稣不是要推翻，而是要成全，要归位。我说我们这几天刚好在过端午节那端午节很多外地的年轻人回到家，他会讲说妈妈来煮那个最传统的味道非常喜欢吃其实台湾目前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文化资产，就是台湾的饮食已经被世界越来越多人看见。因为台湾经过400年来的历史的演进，不同种族人种来到这边让那些饮食越来越丰富以前好像觉得说台湾的小吃不算什么，完了这在被黄仁勋一推广不得了，所有的路边摊都变成重要的资产。但是我说耶稣要来成全律法，有一点类似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回到妈妈家想要吃那个最原味的我们说遵照古法，对不对？这个小吃啦，这个传统的东西，哪一个店非常出名，大家排队，是因为他们说我遵照古法，无论是饮料啦
什么红茶啦哈，或是那一些所有的食物都是最天然的。那耶稣来这边对有法利赛人在做抗辩的时候，有一点说：上帝原来的古法是这样子啊，你们现在都已经加油添醋了，加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料了啊，吃不到原味了。很多人去到某一间喜欢吃的店哈，吃久了说：奇怪，最近怎么口味变了？我们的味蕾都很敏感的，一看说那个头家换，要不然就是下一代没有继承下来，把那些口味有一点偏差了。反之，就是耶稣他要让这些法利赛人还是他当时的犹太百姓说，律法很重要，但是不是以法利赛人所讲的律法，就是他的用意哈。那弟兄姐妹们看说，耶稣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律法，是要把他上帝心意中所带来完整的意义都明显显现出来，所以他要实现。换句话说，这一群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已经把上帝的教导、上帝的诫命已经带偏了。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印证说，我们在500多年前，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所谓要宗教改革，其实那个出发点都类似，就是说圣经怎么教导你们现在的宗教领袖把人家带偏了，加那些有的没有的化学原料啦，还是什么机器做的啦，让我们吃的那个味道不像原味了嘛。主耶稣的目标就是这个。那我们看见说，耶稣在这样讲，他在讲的更确实一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存在，法律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他把法律这一件事情跟天地一样同等的重要。那可见耶稣他不是讲随随便便的话，他是讲说上帝的律法他设立不是随随便便乱设立的，是因为遵照神设立这个世界、创造人类，其实律法就是好像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轨道，让你走向完美、走向美好、走向恩典、走向天国的道路。这个道路不能随随便便乱改啊！我们的高铁那个铁轨每一次呢，这个到11点大概是最后一班车结束我们那个高铁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了。因为他们整体都要把所有的铁轨再重新做一点检测，到底有什么地方有偏差？因为就差那几公分了，也许整辆高铁的车都要报废，要被冲撞到。还包括台湾，因为有些地方地下水有问题那个高铁的路桥有些地方不要被它陷下去，什么意思呢？就是高铁所以呢走得那么快，走得那么准时，是因为让它的铁轨跑得非常顺。主耶稣其实来的目的就是说，上帝所这一条设的这条轨道，我要把它调到最标准、最清楚，能够顺利到达。所以呢，我们也看见说，耶稣用律法来支撑整本旧约的启示，所以他才说一点一画都不会被抹去，直到一切实现。甚至耶稣还把它等同于他的律法跟整个宇宙是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上帝不是随随便便编造一套规定，而是跟他的生命的戒律，跟创造人类的本性，怎么样跟上帝的永恒连接，这些都在那的律法当中。人只是把它加那些有的没的加油添醋，导致于那个律法的真理被掩盖住了，被歪斜到了。这个是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他又提到基督徒跟诫命的关系。5章19节，他讲说律法到底是怎么守，他就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违反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而且还教别人这样做的，在天国是最微小的。所以律法守不守，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你不守，在天国是最微小的、最末节的，是被放弃的。但是呢，遵守了，教别人遵守了，天国要最大。等于律法不是让你摆着好看，
贴在墙壁当装饰，而是你遵守就拜，在神的国里面是被尊崇的，是被高举的。那耶稣把这个律法看得那么重，何况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去责备耶稣呢？所以主耶稣他这样子称呼说，在天国中被称为大的是那些愿意遵行又教导整个道德律法的人。他是用人有没有遵行律法来衡量，那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中还有一段经文我们没有列在这个投影片里面。他这边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的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耶稣不只是说让我们遵守让我们呢借由这些律法成为神所赐福的，在天国被看为大。他还说你们要比法利赛人、比经学士守得更严谨，或是更好。那我们会有一种误解说，明明在耶稣的时代，守律法最出名的、最斤斤计较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经学教师，为什么你说我还能守得比他们更好呢？如果真的要守那些规条真的守不过他。但是耶稣就在破解这一点。他破解的意思是说，这个命令法利赛人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包装，让人家做不好。那我做得来，你做不来，所以法利赛人常常在看轻一般的当时的百姓嘛。但是耶稣他讲的部分是什么呢？耶稣讲的是说，你们不是守那些枝微末节的事，那些细条目，而是你真正的进入到神你的内心的动机，而不是外在的规条。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从后来的人有把它统计法利赛人他们这些宗教领袖，除了摩西的律法之外，他又发明了248条的诫命，还有365条禁令，就是要戒的、要禁的，哇，都把它合起来500多条，让一般人就守不住一般人最害怕的就是说，到底今天我要守什么？守到最后要有那些专家来指导你。那真的是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其实某一个程度，他也在讲说，你们被律法的重担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自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就怕犯了这个，又怕犯那个。这个也是后来为什么耶稣说，安息日救人可不可以？安息日医治别人可不可以？还是你要守安息日？你们看一个人已经垂死了，你连救都不想救。你看法利赛人他们的偏差就偏差到这个地方，宁可守法，但是帮助人救人就不要。那不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律法的意义吗？所以呢，基督徒的义比宗教人士的义更大。耶稣要讲的是这一点。你们守得过法利赛人，不是那些外表的守，而是因为你生命被神所接受。所以这样的义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耶稣教导上帝所要所喜悦的义是内在的义。换句话说，基督徒不是靠守那一些要来看谁比较厉害，而是因为你的内心完全的降服，被圣灵所充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这个动机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基督徒你再怎么努力，你都争不过法利赛人他们所定的规矩。但是耶稣说，这个不是你们的重点。耶稣所讲的重点是在圣灵里面重生。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他是从这个点去突破所有的。这也是保罗还有后来的马丁路德他们说因信称义的意义因为很多人想要守那些规条，守到最后根本无能为力，整个被这个网所捆绑了。但是保罗说，你们因为信，你就得着称义了。那耶稣所讲的就是跟这个有关，因为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因为信，我们就超越这些律法的捆绑，要真正守住
上帝所给我们那个诫命所带来的生命那个能力。所以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就是这个意思。守律法是因为你重生，而不是你守了那么多规条那么多规条。所以更深的意义，耶稣就用给我们提醒了。耶稣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彼此的对话，这个更深的意思是怎么样呢？5章20节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训诫，一说你们曾经听过这样。”好，这样描述一下。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在那把它归正过来。你们曾经听过这样，人家怎么教导你？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是这个样子。这是耶稣在这段天国宝训那个天国宝训，或者说登山宝训当中最重要一个提醒用这种对话来告诉那些听众所以耶稣用6个段落平行的来描述这个，每一段开场都说：你们听到有什么什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并不是反对律法，而是反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见解，还有那个权威的态度，好像觉得我讲的才对。曾经我们台湾很多人很多都是那一个民间宗教的背景，对不对那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参加类似亲人或是不是基督教的丧礼。你会发现说，参加这个丧礼一大堆规矩都那个指挥在讲，对不对？他讲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跪，要起来，怎么样，都他在讲。因为他用某一种方式给你一个权威，说你不听我的，你可能会对祖先不敬你可能会违反什么什么什么规律其实法利赛人某一些程度就是这样子。华人的一个丧葬规定要看时看日啦，看生辰啦。其实很多人讲说是早期那一些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员，他为了赚钱所发明出来的规定。你不这样做，你心里会害怕你就乖乖把钱交出来，你就乖乖听着他的话，买什么祭什么，烧什么，拜什么。那法利赛人某种程度就是这种方式。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因为用他们自己的权柄要教导别人跟着他们这样做。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教导，耶稣来就第一个就跟他们产生冲撞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要扭转2个倾向，就坚持必须接受上帝诫命的完整，不用任何人为强加的限制，不用人为的，是上帝原汁原味的。第二个，他不同意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错误解释，把它当成权威。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鸡毛当令箭。”用只鸡毛当成皇帝的那个一个法令，那就是狐假虎威那一类的。法利赛人某一种程度，主耶稣在责备他们，就是在这个部分。主耶稣强调说，律法是被写下来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藉由律法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而且要我们门徒去接受上帝真正设定律法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的意是要更深刻，是进入到内心整个生命里面，而不是表面上谨守法利赛人那种规定规条。也因为这样，耶稣他不只是对律法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厘清，他用2个例子来说明说，他所看见的律法跟犹太人或是法利赛人他们所讲解的那个规条是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给他们一个非常耳目一新的教导。第一个是掌管怒气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掌管怒气的人，避免动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这样提到一个例子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了应该受判刑裁判。这一段话就是上帝10条诫里面的不可杀人第6诫。那讲过了，耶稣说：“那我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呢？
你们以为这个戒是这样子吗？我告诉你们，是更高阶的、更超然的。他说，连对弟兄动怒的也要被审判，骂兄弟是废物的，骂弟兄是蠢东西的，都不能逃过地狱的火刑。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意思说，耶稣不只是那个外表的实质的犯罪啊，连内心的动机都不允许啊，那好像是更高，对不对？更高的严谨吗？其实耶稣是要化解我们最那个律法的一个外表的一个瑕疵，他是要说让你内心自由，意思说那个愤怒、那个责骂、那一个语言上的侮辱，那一些都要从你的心中除去。耶稣是从内心去除去那些律法的捆绑，耶稣把它加到这样的高超的地步。耶稣对第6诫说不可杀人见血，那个诫命真正用意是包括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你的行为都要包含在内。只要是带着骄傲、愤恨、故仇的动怒跟侮辱，都视为一种杀人。耶稣把这个境界提高那么高，他其实目的是说，我们不要被心灵所捆绑，不只是实质的犯罪是一个恶事，是连你的内心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或是错误的想法，都要把它摒除掉。但是我们知道，人是血气的，人是有欲望的，怎么样能够除去这样子呢？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生命的改变、圣灵的同在去化解这一些，而不是一种外表消极的一个排斥，或者消极的这个守这个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呢这一个部分，我们就看到一个部分，他把它提高到一个心思意念思想的境界。第二个部分，他说你要先去，然后来。先去怎么样？然后来。他把敬拜神，要来朝见上帝，你要以前旧约的时代，他们有献祭物哈。他说你献这一些，其实是不是最重要的？你来见神，是因为你的内心被洁净了。你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比你用什么祭物来拜，你用什么动作来敬拜还更重要。耶稣也是把我们的内心对神的敬拜提升到一个跟弟兄姐妹要和解的意义上。他说：“因此，你们在祭坛前要献祭、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想起你有弟兄对你不满，一定是有误解嘛，或是彼此有冲突嘛，那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先去跟他和解，然后再把供物献给上帝。”耶稣也是把人的动机放在最前面。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些人来做礼拜比较少说因为我对上帝不信任，我对上帝有觉得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不来做礼拜。很少人对上帝有这样的误解，很多人都是因为某某人看到他心情不好，不想来做礼拜。我到礼拜堂看见他就喜乐不起来。耶稣讲的就是这个。你怎么样？无论是你对或不对，你怎么样有办法去化解人际之间的冲突？这是敬拜神最美好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人当有一些怨念在，或是跟人家有冲突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喜乐啦。不只是说来教会会影响你的敬拜的心情，平常生活上也是一个牢笼嘛。因为怨恨、嫉妒，或是很多责备，都会成为你的心中的负担。那耶稣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来避免这样的光景，悲惨的光景，不要让它放在你的心上成为一个累赘，一个不好的东西，一直在发酵，变成脏东西呀。你要化解这个光景。如果愤怒跟侮辱人是那么的严重和危险，想要避开它，你就是和解，把它化解掉。台湾人很喜欢在餐桌上讲事情其实也包括化解。台湾人很特别的，就是说大家吃一顿饭就把一些恩怨都化解掉了假崩红对多，对不对？记得牧师曾经在讲道前提到过说，
有一个比喻啦，他说你的一个嫉妒或是你的怨恨，就好像你身上带着一堆死老鼠。那你这些死老鼠一直加在你身上永远都是那么臭，死掉了那么臭，你要学会把它丢掉，不然的话你永远在身上都会臭。另外，曾经听过赵雍基牧师讲过一个比喻的，说我们世人最可怜的是什么事呢？我们平常呢听到那个垃圾车的声音来的时候，你就又从楼上冲下来，带着那一包可能也不是很重要，但是垃圾就想要把它丢出去你不丢就觉得今天很难过，对不对来错过的时间你就很难过。我真的常常看到有人骑机车在追那个垃圾车赵雍基牧师这样讲，他说，但是很多人很喜欢把垃圾扫进家里面，把垃圾丢在家里面存多一点。他说这是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怨恨，你把你的嫉妒，你把你的生气都留在里面，那就是等于你把垃圾都不往外丢，都丢到你家里面，同样的意思。弟兄姐妹，耶稣就在处理我们这件事情。你跟人家有误解，跟人家有冲突，你要学会去化解它。所以有的人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他就会请一位和事佬，或是一位比较受人尊敬的长辈帮忙去把他事情讲开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圣经还这样说，假如有人要控告你，你被拉上法庭，他讲的意思是说，有人要控告你，你要赶快把它处理掉。他说连1文钱没有缴清就被处罚。当然现在在台湾这种刑罚的那个条例不一样了，但是耶稣讲的意思是说，你包括有人控告你，都要赶快把它处理掉。我们一般人最常碰到的就是什么呀？心中最烦的就是不小心发生车祸，对不对？哎呀，K 到别人，然后被别人弄得受伤什么，哇，要走法院，要走调解庭哇，心力交瘁了。很多人明明觉得自己还是对的，但是觉得说赶快把它处理掉，才不会被累赘连狗多省事比较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冲突跟那些困难都会成为你心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重担。那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化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处理掉，让心中回归到喜乐跟平安。耶稣不要让我们分歧和争议过大，不要沿路让事情无法好转，而是要来立刻采取行动跟修补破裂的关系。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小事情赶快处理会很省事，但是一拖了哇不得了这个问题越来越大，就收拾不了。感谢主，基督徒是因为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脾气啦、血气啦、软弱，所以要靠神来帮助。最后一个是禁绝欲望的功课，禁绝欲望的功课。我们都很明白圣经的这个教导。耶稣说，你们听过古时候有这样的教训，说不可奸淫。那这个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他是把整个犯罪的观念提升到心灵的层次。他说，你们看见妇女而产生那个邪念，那就在心里面已经犯了奸淫了。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不是实质行为上的犯罪，是你要从最根源的地方去化解它。感谢主，因为基督徒有这样的教导，让我们不会被眼目的情欲一步一步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主耶稣主张毫不留情的自我克制，就是说完全不留余地的把它干干净净的跟随耶稣代表是什么？背起十字架向自己死。换句话说，把有罪的习惯置于死地。其实常常有些人刚开始的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嘛犯了小错没关系嘛，就
敷衍他，不去理他，等到严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台湾现在呢，遇到最大的一个社会的困难就是很多吸毒在开车了，才发现说哇不得了，现在不只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好像被标志有名的流氓在吃毒品了，是连那个好学生都在，很多我们无法看见的地方，有的是被骗了，有的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精神体力不小心通常这些人呢，他刚开始也不是说好像很需要那个东西，但是就是不小心碰到了，说试一次看看没问题啦，然后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非常红的一个韩国的剧，叫做《铁拳教育》，有没有？哇，不得了！它里面讲的连那些学生都是贩毒者嘞，而且都是犯罪者。那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以为没事情，然后就被引诱了，然后吃了毒品，想要读好书精神好吃一点那个提神的药，没想那些就是毒品的一种。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连尝试都不能尝试，你就是从最原始的地方把它切得离离的，你就不会到最后无法收拾所以耶稣才后段的话又讲说，你这个经文不用一起读就是简单讲说，你的眼犯罪就把眼挖掉，把手犯罪就把手割掉。但我们知道说，这种实质肉体的这个拆除是不可能的。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如果眼睛使你犯罪，你就不要去看。你会引诱，一定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看嘛。但是说，因为让你犯罪，我不看，就等于是把眼睛割掉的意思。那挖掉的意思，那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你就不要去做，你这个脚就不要走出去。他意思是说，让生命的残缺某种可能缺乏这个功能，反倒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进入这个真正的生命，是愿意放弃所曾经有些经历。有人觉得这个事情去经历一下没问题，但是已经回不来。所以耶稣让我们知道，在奠基于永恒的时间，更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跟随耶稣有一些牺牲，或是有一些享乐，或是有一些有犯罪这个可能性的，我们都把它排除掉。那我们都知道，眼目、口舌常常是犯罪的一个接触点。早期呢，很多中世纪的教父就是我们说以前的一些圣人他们为了隔绝这些引诱，眼目的引诱、心思的引诱，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他们跑到沙漠，跑到埃及的沙漠。那个时候埃及那个地方还是基督教的世界，他们躲在那个山洞里面，躲在一个人迹不到的地方，用很刻苦的方式来自我克制。他们曾经用这种方法传了好多代，好几百年。有一位叫做圣安东尼的沙漠教父，他就是这个所谓的沙漠教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他说，他为了自己能够脱离世上的事物以及身体的欲望，他们就跑到埃及的沙漠地带，过单独的生活，除了上帝以外，不再想任何的事情。这位圣安东尼，他为了隐居他的生活，禁食不眠，虐待自己的身体，一共35年躲在沙漠里面。当然被人家尊敬说，哇，不得了，这个是超越人的限制所能克服的。他就一直住在沙漠里面，但是他也一直在面对一个永无休止的征战。也在他的一个传记里面在讲说，常常魔鬼他就会引诱他提出一些很猥亵的思想，他就赶快用祷告来反抗。魔鬼使他那个欲望就出现的时候，他就赶快提醒自己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这样子。后来这些故事就流传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来抗拒。但是你知道后来呢，
马丁路德也是其中之一是后期的，他也是一个非常遵守律例的一个修士，但是到最后发现说，人不可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这些，或是靠外在的环境去排除这些，所以他才进行宗教改革，他才看见说因信称义，从信仰的生命里面得着更新，比你克制自己去守那些法令更重要所以很多图画在记载这位圣安东尼他在沙漠或是在一些地方刻苦生活遇到一些引诱你看这些引诱在魔鬼的这个叨扰里面，他怎么样去克服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说，历史上曾经很多人借由自己的肉体的限制，要去抗拒这些引诱，但是耶稣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耶稣用刚刚讲说，好像一种外科治疗一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从思想去排除它，而不是用肉体的方式来限制自己，所以呢，让自己置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基督的行动跟思想，你们才能获胜。有2个例子可以这样做。他说，基督徒的行动，你与其限制这个，或是躲到荒山野外去那边自我控制，倒不如去做一些基督徒服侍人的工作，帮助人的工作，有良好的行为来医治恶念的药物，就是你的好的行为就能够排除这一些。这也是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他们改变了很多的方式。你知道天主教他们最让人家所尊敬的是，他们的宣教士去到偏乡荒野，去到人最不想去的地方，去服务那些最软弱的人。有的是病痛，有的是有残障，有的是可能发育不全的，他们都去服务他们。他们认为，与其那个在沙漠隐居坚守自己，倒不如用神给他们的力量去帮助这些软弱的人。意思说，用行为、用服事主来改变那些所给他们的一个欲念，能够排除掉。第2个是脑中有好的思想，将自己置于基督徒的行动跟思想当中，这个反而能得胜。所以打败恶念唯一的方法是开始去想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弟兄姐妹，你常常被这些欲念或是一些怨恨所捆绑吗？其实靠人的方法，你守这个就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一个，因为这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要靠圣灵的光照来帮助你突破。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想要去掉那些不好的习惯最常见很多基督徒呢，他信主之后他觉得很困难除去的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抽烟的习惯，或是有喝酒的习惯，但是用什么方法都守不了，他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帮助我戒掉这个抽烟，或是戒掉喝酒，或是戒掉那个赌博，或是玩电动的习惯。再怎么用自己的方法都除不了。但是当圣灵光照他了，发现说，真的圣灵一感动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好像以前怎么那么笨，会花那些钱去赌博，去玩电动，然后损失了一大堆钱。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已经过世了，她来信主是什么意思呢？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很糟糕。有一天，她就跑到礼拜堂的外面，听到人家唱诗歌，她觉得哇，这个地方是我要来的地方。然后她来接触教会之后，慢慢，她想到说，她还是有玩那个以前呢，不是现在那种电子游戏，她这种主阿台有没有？主阿台就是有点赌博性的东西。她说奇怪，她老是有钱就想要跑去那边，她真的很难过，就跟上帝讲说，我怎么办？克服不了。她就跟上帝说：“上帝你如果要帮助我就让我不喜欢去。”她真的有一天骑机车经过那边看到那个玩游戏的那个店她突然间想到说：“我怎么那么笨？以前3不5时就跑来这里，把钱都
奉献给他们。我怎么那么笨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突然间醒悟过来，就再也不再竞技一场。弟兄姐妹，人的软弱是我们自己能理解的，但是圣灵的帮助会让你去克服那些无法除去的欲念，或是那些嫉妒、怨恨、责备。愿神让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当中。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但是因你圣灵光照的时候，那些不好的欲念或是不好的思想就会被排除掉。愿神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活在主耶稣他美好的教导，一个守律法而且实现律法的地方。感谢主，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哈。这首诗歌我们蛮有点历史了哈，我们应该都会唱哈。这首诗歌呢叫做《你的话》，我们会唱的坐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回应主的话语。我们来唱一次。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仍有爱，你的话却常新。哦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我们唱到这边哈，让音乐继续，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来做祷告。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肉体、我们的血气捆绑着我们，我们要完全拒绝，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求主耶稣他的恩典光照我们，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那些不好的欲念、不好的思维，因为神的光照、圣灵的同在、生命的更新，我们就不再被他所捆绑。这是耶稣要我们守神的律法最重要的根本跟精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主耶稣的恩典、宝血的洁净。愿神保守我们成为一个没有负担、没有重担，在神里面得着完全平安跟喜乐，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第二个，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愿神赐给我们家人每一个人都有得神的平安跟喜乐，在工作、在生活、在健康、在儿女都得神的保护。特别在端午佳节，大家出入都是神的保护平安。最后，我们为教会在50几年的事工即将来临，在8月9号，我们要一起献上感恩，求主保守我们一切的事工计划推行都顺利。我们也为自己所需要的，在神面前亲自来祷告，愿神亲自垂听。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愿你的恩典、智慧、能力都跟我们同在，愿你平安喜乐跟我们同在，愿你智慧跟我们同在，愿我们喜乐跟我们同在。神啊，求你保守，让我们心中的软弱不足，我们的亏欠，神啊，求你赐你的圣灵的恩典、智慧，让我们在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跟释放，让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被欲念所捆绑，也被怨恨为责骂所捆绑。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家庭
弟兄姐妹大家都得神的祝福跟平安，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这个世界里面，眼目的情欲，很多的欲望都在我们身上受魔鬼的引诱，常常在干扰着我们。主，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就好像对空气打仗，没有办法。但是主耶稣的宝血要洁净我们，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有穿着全副的军装对抗黑暗的势力。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才有能力，我们才有装备，我们才有武器。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纯全的从心灵里面得到主耶稣的释放，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走上律法成全的道路。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关心的家人、长辈或是儿女，都有得神的保护，无论在工作、在生活、在健康以及儿女的成长，都有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每一天都过着神所示满满丰盛的日子。我们也为教会要迎接50禧年各样的施工的筹备，愿神亲自同在，让所服侍的同工大家有美好的计划，一切都顺利的推动。愿神保守，让我们在端午佳节大家亲人见面的时候，大家有美好的相聚，也让我们在出入交通都有得神的保守，也出入都平安。再次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一起来。但命立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1章5节。报告我来报告，请翻开桌报第2页。下礼拜的诗会是硕文执事，其他的服侍同工，请其他同工注意。第4页第1点，本会今日在1点半的时候，在2楼召开第2季长职首长的联席会议，请长老、执事还有团队首长预备心参加。第3点，小会公告50禧年的圣礼典洗礼式。鼓励要参加的兄姐，请于7月19号前报名。
那提摩太牧区直接向真牧师报名。第6点，爱心午餐今日暂停。第7点，敬拜中心的1楼大厅有摆母亲节拍摄的照片，请会友前往领取。还有50喜年的纪念 T 恤已到货，请会友前往2楼的会议室领取。好，那接下来请项目师来补充报告。好，谢谢哈。我们先介绍一位新朋友，就是王传恩，是不是在这边？传恩在哪边？来，欢迎你来，我们拍手欢迎他，欢迎。他从花莲来的哈，好，欢迎你啊哈。另外呢，我们上个礼拜呢，特别大家，特别是我们的善营小组哈，有去参加了我们本会杨伯文医师哈他的父亲的告别式，特别是在这个入殓礼拜哈他们今天有来到当中了哈，我们也特别为这个家庭祷告，愿神亲自安慰跟扶持，也神打保守哈，感谢主。那牧师来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哈，第一个就是下午1点半要开长职跟首长联席会，那因为今天没有那个爱心午餐所以我们有预备了便当哈如果同工呢可以先去领便当自己先做食用，然后1点半来开会哈。那数量如果真的有误差，我们再来请干事来帮忙哈。另外呢，我们也恭喜我们教会的桂香姐妹哈，她6月13从高雄必学大学毕业，得到护理学博士的学位了哈。我们来恭喜她哈。今天可能有在这边吗？好，我们来恭喜她。另外，我们也恭喜我们的金井神学生呢，他礼拜2要从台南神学院毕业，准备被差派为传道。一般都是8月开始就要去到所抽签到的教会开始服事从8月开始他变成传道了哈变成传道就是神职人员了。我们为他代祷哈，愿神带领他一个美好的服事的地点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有2个事工，请大家配合。第一个是我们在6月27号礼拜6晚上有举行第3堂礼拜。如果弟兄姐妹有隔天有外出，或是你时间允许要来参加第3堂礼拜我们欢迎踊跃来参加，在7点在地下室哈。那另外我们下礼拜天也要举办医治祷告时间我们有需要代祷、需要祝福的，我们下礼拜天预备心来参加哈。好刚刚有看到说领 T 恤哈 ，T 恤我们在2楼，因为等一下要开会，可能 T 恤会移到别的地方，但是最主要是跟你的小组长领取会比较重要。但是你个人领取你再去问一下干事说哪里可以领到，因为这些衣服你没有领过去，我们要帮你保管也很麻烦，而且还要贴标签这个衣服我们这个周报有报告说，如果你穿的size有点不合你原先的期望可能要等完全花完之后，有可能要有剩余，或是有一些size不一样要换才可以，因为大家你一换，别人就没有办法穿到原先的尺寸了这一点请大家见谅。另外，我们下礼拜6 7月4号我们要举行这个研讨会我们请同工有秀这个图片我们的敬拜赞美是7月4号白天一整天我们本会的弟兄姐妹也要报名这样才能够控制我们的数量。另外那天晚上7月4号晚上有一个敬拜之夜，也请大家踊跃来参加。隔天呢还有一个就是培灵会，就是由这位游牧师要在礼拜天来做讲道来培灵。不过请大家记住7月5号那一天我们就有1堂礼拜，所以8点半就开始了，等于1堂礼拜结束了就没有第2堂，因为可能这位牧师他时间的关系，他只有1堂所以7月5号那天我们来第1堂礼拜。好，那还有一两个图卡，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来，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有418果子学院要在这个礼拜6 27号在下午4点要举办一个戏剧的表演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大家来关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社区的小孩
欢迎大家来参加，下午4点哦哈。另外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要在暑假举办一个这个七美短宣呢，就是到夏牧师的故乡七美岛哈。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哈，这一次来报名应该不错，去那边看到那个海岛是怎么样子的哈。其实我们从台南过去七美是最近的，这个平行距离，但是因为交通的关系，我们要跑到马公再跑下来没有直达的，现在只有观光船可以直达，但是通常都要绕圈子了哈。那再来就是有那个这个主日学要举行夏令营哈我们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哈，踊跃来报名。那还有我们主日学缺了这一个工作人员，请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是什么？是青少年的夏令营好像已经报名截止了的样子报名已经截止的样子。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回到我们原始的投影片，牧师做一个补充教。不过现在我们的耶和华沙龙舟队他们表现得很棒，我们要看一段影片来。大家有上网看吗？看转播吗？有啊，我们来看一下，来回味一下他们多努力听说那个水很脏开始可以从哪里开始播？这个播一段就好。他们开始用力划的那一段，可以了吗？哇，那个水是绿色的这一队是我们的耶和华沙龙舟队。那个主播还特别介绍我们的耶和华沙龙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个录音好像不大清楚这是跟我们比赛那一队，另外一队，看到好像训练有素但是我们也不差算起来好像剩下5、6秒而已你看多努力那个摄影的角度好像差很远其实差不远我们看算最后看几秒差了几秒，明年就赢过来了。要快到了，好像我们有赶上来的样子，还是他们慢慢滑慢了？对手滑慢了，还是我们滑快了快到了，差一点点1秒、2秒、3秒、4秒、5秒，你看差了5秒。我们给这一群选手鼓励一下。队员，你们来这里队员有在这里好多队员在这里我们今年是耶和华沙龙舟队为了我们50几年特别去报名期待他们会再接再厉，希望明年有更好的成绩了不过这个要练习很不简单，因为开始初赛的时候都是上班时间不是简单的事情人家是公司请公假去划的我们自己教会没有请公假的，都要自己私下所以谢谢他们的努力为教会做很好的宣传跟见证。好，我们报告到这边，谢谢。颂荣，请会众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第二堂主日到此结束，请会众互相请安问好。